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要过年啊，真侪人过年去庙里行村拜拜抽签，祈求神明保庇新的一年平安搁顺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抽签的抽，读特有抽第一条。这个抽就是摕出来的意思，咱讲抽签、抽得心，古早嘛有人讲抽剑。另外，这个抽嘛有定收的意思，像咱讲抽水，意思就是扣水。另外，吸水像咱讲抽水，有的所在讲是拍水。另外，用抽的方式来制作长长幼幼的物件，像咱讲抽面线。也有吉酒、挖豆油制作几届，咱嘛是讲抽，像讲头抽酒，意思就是第一届。另外，有身躯长长散散，咱讲是散抽；提物件提几拽跨度，较早讲是牵抽。也有筋的疼、心经疼、丢者，咱讲是抽疼。抽咧古早也有大声话的意思，像咱讲爱抽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散抽，这是形容一个人散又搁落。有的地头讲是散抽。第二个词读做抽口，这个意思是抽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当年新正年，真侪百货公司、超商业者拢会卖福袋啊，看什么人上好运，会当抽到大奖。那亲像是抽口的概念，上尾是一位散抽的女性上好运，抽到汽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抽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